说遵义兔奖2024的一场瑞雪，孩子们都在干嘛呢？哟，去那边找，那边看有盆儿，那边有个蓝色的盆儿，那。圆圆的脑袋，大大耳朵，动小脑筋，都是不错。好嘞，哥。是个鸡婆，男朋友叫我淘气包。我是爸爸妈妈心爱的小孩。谁在最大？啊！我都过完了啊！那你个轮胎最大，看看。我的，我和老司机去搞的。步走路，一步一步計算好，冇最後說話，最後收工，冇嘢要透露，冇人走寶，照埋包袱走佬，無論乜嘢地步，得你疲勞。